第5关大卡玉镯，这是著名一生快刀挥赛分手，善者是伊的推手，来自苗栗通宵的著名，出来排行11。爸母生伊的时加起来92岁，自细汉大拢叫伊九二。穷到什么程度？是每一个都是要爸爸来这个接生。善者出在主，敢若小学毕业的伊，先伫妈祖庙对因师父李金川学雕刻。断了后，伊想要拜当时的雕刻大师杨英峰为师，因为伊敢若小学毕业尔。真侪人听到了，拢讲这无法度甲斗相共。好，我们自己去，不要人家介绍，所以去打听他住在什么地方。去早上8、9点钟就去按门铃，是这样去的嘞。我带了3件作品去，然后运气很不错。他是运气，他自己开门。对，接受我之后，他就想说，我给你一个名字好了，因为你住川泰哦，这个名字现在在工艺界已经很有名气。你既然要当艺术家，连名字都换。我的朋友开玩笑说，哦，你很不要脸哦，朱名，那个名里面也有名也有金呢，你名利2个都想要。名利双收，因为杨英峰给伊一个新名字，更加给伊一个改变运命的好机会。本来他是有档期安排档期，他就一直拖到最后，已经时间快到了，他再告诉这个馆长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东西已经准备不来了。没办法，来不及。我介绍我的学生，真的展1年呢。啊，真的是一炮而红哎！真的，一夜成名。著名一夜成名的作品《太极》，当初动念要刻进前，杨英峰甲讲，你应该去先学太极。虽然有人反对，不过著名议员坚持行落去，一封一手大开大合之间，让著名变成刻在这个人世间上深刻的名字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